各位馬迷大家好，我係白切雞。今晚跑馬地夜賽共有8場賽事，場地狀況良好，速度馬應該較為有利。幾匹近況上升、活斷快腳嘅馬值得大家注意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入正題。第一場第5班草地1650米，首推7號金得意，由潘明輝策騎，近仗末段表現凌厲，今場檔位理想，若能順勢而上相當有機。1號魔法速遞由潘頓執韁，已有2段快腳表現，狀態正盛。4號龍佑生內檔起步可望貼欄而行，有力爭3甲。10號無極勇將，上將腳法穩定，可作冷門搏腳。第2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2號北海道由潘頓策騎，早段速度佳，上將走勢利落，應可再增頭馬。10號佳福區由田泰安策騎，兩段皆快，腳程轉強。12號碎炸近仗評分不俗，若形勢配合可乘勢而上。9號後無來者近期兩段皆快，可望分頭。第3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3號當家精彩由布文策騎，連仗末段走勢出色，狀態有進。12號電信驕陽由蔡明少策騎，兩段快腳明顯，是本場潛力馬。5號增旺近仗評分紅字，可望保持好走勢。10號駿馬之寶腳程穩定，增入前列。第4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8號眾星由潘頓策騎，近仗末段快腳顯眼，配上好檔，機會甚高。7號雷神太保由布文策騎，兩段皆快，持續有力。12號有德盈同樣兩段快腳，腳法準確。6號起眼光近期表現穩定，有望佔一席位。第5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1號卓越線風由潘頓策騎，兩段皆快，上將評分高企，聲望濃。5號凡凡有餘由布文策騎，同樣兩段快腳，持續進步。6號君智勝近期評分穩定，若沿途順可爭前。9號競進勇士兩段皆快，可爭一席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5號飛龍在天由何澤堯策騎，兩段快腳出色，近況甚佳。3號飛輪霸由潘頓策騎，末段爆發力強，是場內實力馬。6號宜昌精神近仗表現穩定，排內檔有利。12號小王爺末段腳法快，可偷襲得手。第7場第2班草地1100米，5號平凡騎士由班德禮策騎，近仗末段強勁，評分高企，爭勝首選。8號競速威龍由何澤堯策騎，兩段皆快，勢頭銳。9號銀進同樣兩段快腳，持續走勢佳。3號安裕末段腳法準確，可望入位。第8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10號富國兄弟由蔡明少策騎，近期評分紅字，加上腳程強勢，可望再下一城。6號安康萬里由何澤堯策騎，兩段快腳，近況理想。3號何好運同樣兩段快腳，有爭勝機。2號超力量由潘頓策騎，實力馬不可忽視。